讲到异象的落实甲实现，请曾牧师。亲爱的姊大家平安。伫咱要领受圣神对咱的带领甲感动之前，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你早伫地，今仔日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至圣的上帝，你伫1932年差遣你的罗卜，伫这个所在建立你家己的教会，一直到今仔日。阮深深知影，你要掌管这间教会到永永远远。阮知影，伫阮一生中间最重要，就是上帝你的计划、感动甲启示。愿主你帮赞，互阮会当真做一个有异象的教会，也互阮的囡仔真做有希望的青年。求天父上帝伫阮的中间来启示做工。阮将今仔日的礼拜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对阮讲话。祈祷我个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顶礼拜我甲各位兄弟姊妹做伙分享，就是伫宗教信仰内底一个足重要、特别的代志，叫做看见神迹。信仰是一个人来了解上帝的计划甲心意。如果兄弟姊妹若要做复习，咱会当通过今仔日的周报、短短的文字稿以及伫 YouTube 顶悬的录影。什么是耶稣基督所讲的新约？可能甲咱所想象的无一定同款，因为人常常讲新约就是超自然的力量，没有错是安尼。但是更加重要，新约除了伊是一个超自然的行为以外，上帝要通过这个行为，互人看见伊的怜悯、救恩、甲生命改变的愿望。所以今仔日我要继续甲兄弟姊妹来看见上帝的心意。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是圣经内底一个真要紧的主题，叫做看见异象、做异梦。所以兄弟姊妹，这个题目不但甲你有关系，这个题目嘛甲你将来你的囡仔行行顺顺有关系。这个主题，圣经内底这个真要紧的观念、异象、异梦，其实是同一字啦。但这个牧师解说互咱听，异象、异梦。是咱的存在一个真要紧的方向感，所以伫咱的成语，中文的成语内底有一句话叫做“高瞻远瞩”，就是讲看真悬、看真远，高瞻远瞩。伊是咧讲起一个人有智慧，伊若有高瞻远瞩的时阵，伊所看会当看真远，会当想真要紧，看真深。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上帝异象。要成做咱一生中间一个真大的改变。有异象的人，伊的生命足精彩。因为上帝异象就互一个人知影讲，人的存在，甲伊的将来的目的地、目的地。愿天父上帝通过今仔日的圣经，嘛激励咱做伊的囝儿的人，咱伫伊的面前，咱常常一个口无讲：主啊，开我的目睭，开我的耳孔。开我的心，互我真正会当明白你的计划。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知影讲，新约既然伫顶礼拜中间，耶稣甲法利赛人讲，新约就是上帝互一个当时的世代一个真要紧的调头。牧师有甲迄个英语的圣经的翻译读互咱听，讲 The sign of times， 就是讲一个当时代。无论是2000年前，今仔日上帝所予世间人的一个记号，新约甲异象有时真类似，因为人看到新约的时候，就知影讲上帝是我愿望的源头。那异象呢？异象你若看到的时候，就亲像看一出电影，忽然有一个图片，无论伊是真水，还是讲伊真奇怪，伊忽然掠着咱的心。所以上帝迄个异象，互人对心内一直思考讲：上帝啊，你互我看到这幅图，到底你要甲我讲什么话？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底，因为咱的教会有一个10年的计划，就是今年的年底的时阵，咱亲像除旧布新，90周年对今年就结束，但是搁来10年咧，搁来10年，咱的教会要成做怎样？所以咱的中心已经开始准备心，
咱的中级嘛组成一个中级的祈祷会，咱要做伙为着这70年，咱来准备讲，咱的教会将来要当大人，要脱胎换骨。所以，这个教会需要有异象。今仔日无论是旧约箴言第29篇，伊讲人若无异象，百姓若无异象，就放纵，意思就想人若无异象，伊就亲像一个青梅赤鸟啊，会当飞，但是乌白撞。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对上帝所领受今仔日的功课，无论是箴言29章18节，或者使徒行传16章，以及今仔日的金句。今仔日的金句讲：伫末後的世代，我要將我的聖神賞賜給因。意思就是上帝聖神通過今仔日的禮拜，伊的聖神要充滿咱，互咱成做一個聖神充滿的教會，互咱成做聖神充滿的基督徒。伊會發生什麼代志？伊講人要講預言，人要看見異象，人要做異夢。願天父上帝幫助咱，看見異象，看見甲異象，佇希伯來人、以色列人，因的文字是共字，共一個字根。其實異象就是一種神聖的視覺，恁按條無？迄就是名詞，但是看見是動詞。所以看見異象的意思就是上帝忽然在你的感動中間，不一定通過目睭，上帝用一幅圖，讓咱有一個神聖的一個念頭，迄個念頭就是異象。異夢呢？異夢講異夢的意思就是在暗時咧困的中間的異象，安尼有清楚無？異夢就是講暗時咧困的時陣的異象，就親像今仔日。一個聖經使徒行傳16章保羅，伊咧困的時陣講，佇暗時夢中看見有一個馬其頓的人，伊咧眠夢的中間看見有一個馬其頓的人。馬其頓是歐洲上界東邊、東南邊，換一句話就是亞洲甲歐洲的交界地方，歐洲甲亞洲的交界地方，迄佇什麼所在？今仔日的烏克蘭的南邊就是這個所在。因為烏克蘭的南邊就是黑海甲愛琴海，所以這個馬其頓就是這個所在。但是呢，牧師甲咱來讀這個聖經之前，牧師用一寡圖片，幫助恁建立對聖經的背景有一種的感情。因為咱真少人去過愛琴海啊，包括我足愛去愛琴海旅行，坐渡輪，因為恁捌看過愛琴海的迄個教會是白色的壁、藍色的厝頂，恁捌看過迄種圖無？哇，有夠水！願天父上帝幫助咱有機會加減仔來旅遊。但是通過聖經的背景，咱會當知影咱活佇什麼種的時代。願天父上帝開咱的目睭，開咱的耳孔，開咱的心，互咱有高瞻遠矚。所以今仔日聖經講的是聖神賞賜人一個真要緊的啟示。其實異象就是啟示，甲新約同款，新約是記號，但是新約嘛是啟示。願咱佇今仔日繼續頂禮拜，咱會當真完整了解聖神所做奇妙的事。伊怎樣啟示咱？用新約，用異象，用異夢。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咱甲上帝禱告。主啊，我的將來是怎樣？要感謝聖神感動劉玉民，今仔日的聖歌對所唱是一個祈禱的時光，因為咱的教會負責聖樂的同工，因咧甲牧師討講，牧師你敢會當寫一個祈禱文，特別是為着咱要邁向100周年。牧師，咱今年是既然有一個感恩禮拜要邁向100周年，牧師你敢會當為教會寫一個祈禱書？因要將這個祈禱書給編寫做咱德登教會量身定做的一條感恩禮拜的詩歌。我心中真感謝上帝，互咱的同工有這種的這種的態度，佇教會甲牧師甲上帝做伙同工。今仔這條詩歌講起上帝要賞賜新的異象，過去有舊的故事，但是將來上帝要做新的代志。咱的上帝是一個造新事、做新事的神，所以咱的人生是一個有願望、不斷更新的。願天父上帝
毋是干那互咱伫教会内底看好戏啦，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参与的时阵，咱的人生拢有新的祝福。阿们嘛。咱毋是干那伫这个教会看闹热，伫这个教会干那讲哦，上帝你真听这间教会。咱应该爱甲上帝讲，上帝你先听我，互这个听就真侪，这个教会会记号。愿天父上帝帮助咱。那安尼今仔日圣经有几个重要的故事。今仔日的圣经是一个足水的故事，但是这段圣经伫教会宣教的历史中间，伊有一个足重要的角色伫咧。因为今仔日这个民望异象，全然改变基督教福音讲传的历史。咱若读过这段圣经了，你就知影。这个故事咧讲起，保罗伫暗时咧困的时阵，有一个民望，伊望着马其顿的人。马其顿伫圣经中间代表什么？马其顿是一个省，伊毋是干那一个城。马其顿是罗马帝国，伊伫欧洲上界东南边的一个区域叫做马其顿。伊相对的伫亚洲、欧洲有两个伊的省，一个叫做吕底亚，一个叫做马其顿。马其顿第一间教会就是菲律宾。但伫过去礼拜是牧师讲真侪发生伫这个地区的故事，包括有一个叫做吕底亚，一个妇人人，会记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这个故事，互保罗一个真要紧的观念的改变，伊彻底上改变上帝罗卜保罗，因为原本这个保罗伊传福音，拢伫亚洲的地区踅来踅去，所以伫圣经中间有讲到。保罗特别是伫《使徒行传》对11章一直到中站，讲起保罗3摆传福音，这是保罗第2摆传福音所拄到的代志。伫迄个时阵，圣经记载讲，咱若阁读落，今仔牧师无引用，嘛无互书会读，阁落去迄2节，阁落去迄2节讲，伫梦中圣神、上帝的神，梦中圣神甲上帝的神。禁止保罗回头行，因为保罗来到这个爱琴海的海边，伊拍算要翻头行，倒去亚细亚，然后最后佫倒去伊出来的出发点，叫做安提阿。安提阿照圣经的记载，这个城市伊上重要的角色。圣经讲，基督徒称做基督徒。是对安提阿教会开始，所以安提阿是一个真象征性的都市，就亲像犹太人因讲，阮做礼拜时伫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指标性的教会，常常的当做一个传统，但是圣神不准伊倒去亚细亚，所以这个圣经圣神的动作，就互咱想到，主耶稣甲彼得讲。你所开的门，无人会通关；你所关的门，无人会通开。所以圣神是一个决定，向前行，向后行，开门、关门。咱的教会通过今仔日的故事，咱要伫上帝面前当心祈祷。无论是牧师，无论是长老、执事、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学习今仔日圣经保罗甲路加。因同感一灵，意思就是上帝和保罗看起一个民望，但是这个民望通过分享见证，伊身边的人就讲赞，咱做伙行。所以今日圣经讲，路加伊听到保罗讲到伊的梦中的异象，路加伊无写讲我路加同意，无，伊讲。阮俩做上帝的心意是好，所以阮就两边马上。白话字台湾话讲两边的意思，就是马上的意思。这个字足水，有人讲这边哪写？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有智慧。但我有当时已经被斩断足侪年，用要几百年，对日本时代甲这个国民政府推行这个说国语。所以台湾话的文字被剥夺、被斩断。其实台湾话是有字的。传说讲，
台湾话其实就是当时唐朝咧用的，所以台湾话是有文字。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这就是保罗伊传福音，伊对亚洲这个较橘红色这个1、2到31、2到3，这是保罗目前今仔圣经开始读这第16章，已经来到第3，就是这个黄色的这条线，甲红色交接，这个十字架交接，黄色跟红色第3迄个所在，就是今仔日保罗罗加写《使徒行传》第16章这个地点。第1就是安提阿，第2就是16章第1节、第2节。16章第1节、第2节讲保罗就带提摩太，这个第2这个地点就是保罗要做伊的传福音的时阵，伊带伊的学生提摩太，伊咧看家伊的土地伫这个地点2，然后到地点3。地点3的时阵，你看正边倒边有一个4打问号，有一个4就是今仔日的马其顿。4打问号就是保罗，伊伫第3点的地点的时，其实伊的计划是要翻头顺时钟，佮倒来到伊。上帝伫这个所在，伊讲话，上帝不准伊回头行，上帝爱伊向前行。这个因带有一个代表性，就是人的一生到的一生，都要永远向前行。伊的启示有足深的意思伫内底。愿天父上帝帮咱，这段话中间牧师要甲咱分享4项代志。这段话中间伊咧讲起今仔日这个故事，若无保罗伫梦中搁再顺服这个意象，都无今仔日欧洲的教会。以前保罗若无安尼向前行，今仔日基督教的历史可能会另外安怎会改写，当然毋是好甲歹的问题。所以因为保罗伊顺服，佮路加顺服。所以福音就一路往欧洲直直行，对马其顿后来到罗马、意大利、西班牙，一直到欧洲所有的中欧洲、西欧洲、北欧洲，一直通到全欧洲。基督教伫全欧洲停留大概将近1700年，和欧洲久长得到福音的优势甲教育。所以这是一个教会历史真要紧的重点，所以保罗伫伊其他的批信中间，特别哥罗西书第4章第3节，保罗讲上帝为我开一个传道的门，兄弟姊妹，伊的重要性就是天门敞开。圣经中间有一个真要紧的观念，讲上帝拍开天窗、天的门，将伊的稳定对天顶享受人。所以圣经内底有一个观念，讲上帝的祝福是一个拍开天门敞开，对旧约到新约，这是一个真要紧的观念。上帝的门若往咱拍开，咱就亲手看到一个真奥妙的计划，咱就无搁再做一个属血气、自哀自怜、没有方向感的人。一个看见天开的人，伊的人生是足清楚，有一条路是一生永远行的路，有重要无？其实人对出世就咧找一条路，是永远行的路。但是人嘛足无奈，因为都唔知咱要行去什么所在。会通明白上帝为着咱定到一条路是永远行的路。这条路是咱甲2000年来的圣徒、基督徒同齐咧行的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为着咱的人生拍开天的门。愿天父上帝甲咱撒个地点。第2，这个代志发生是因为圣神的带领，所以今仔讲一个人做梦，另外人2个人复合同意。今仔圣经并无出现路加的名，但是《使徒行传》的作者写这张批、写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就是路加。路加是保罗最重要的同工，真正是两肋插刀的人啊！所以《使徒行传》最重要写作的目的，其实是路加为着保罗和罗马政府关伫罗马审判的时，路加写这张批，其实就是答辩书。路加写这个批，最主要就是要甲罗马政府的
政府审判官甲伊讲，保罗是好人，好用落落长速度行传。保罗甲路加是上帝所设立一个宣教的团队，所以保罗甲路加因对教会历史因的贡献实在真大。我讲真个故事，最主要就是要邀请兄弟姊妹，咱来做同心的同工。牧师长老、牧师兄弟姊妹，咱就亲像保罗甲路加，咱同感一灵，有重要无？无当心要安怎战争，无当心要安怎起厝，无当心要安怎建立上帝所交托咱的事工。我知影咱真当心，我知影恁的听对牧师的尊重，愿天父上帝祝福，因为咱有这个听，所以无惊吓。但是其实有时搅扰，毋是因为出伫咱。因为空中有魔鬼的搅扰，愿天父上帝帮助咱，通过路加甲保罗，咱建立一个寻求合一、同感一灵。伫这个故事顶管圣神讲，唔通去倒去安提阿，唔通去倒去小亚细亚。拄则我讲起马其顿，搁落去下骹一个叫做亚细亚，这个省我拄则讲唔对，应该毋是吕底亚，下骹这个省目前这个所在。就是叫做亚细亚，这个亚细亚甲咱今仔日用的英语叫做 Asia， 毋是共字啦，吼。所以咱有当时真容易看到亚细亚的时候，咱就想着讲回到亚洲，无毋对，伊是亚洲最西方，这是当时古早罗马伫2000年前的一个管制的省。所以伫圣经中间讲者最要紧，上帝的神。圣神禁止，兄弟姊妹，这句话最重要。上帝毋是永远甲咱讲 OK， 上帝有时嘛会甲咱讲不 OK。所以愿天父上帝的神常常甲咱讲，特别伫咱人生的路程顶端，互咱伫选择的时，有正确的声音，咱知影什么通，什么毋通。今仔日圣经非常的重要，所以今仔日圣经讲保罗看见。迷是看见异象，异象这个字，拄则牧师甲咱解释讲，伊若是名词、名词，伊就是一个新型的视觉，伊的一幅图。那动词咧叫做看见，所以看见甲异象其实可以画上等号，就是一个动作看见一个物件，伊看见什么？伊看见马其顿的人。圣经并无写讲马其顿的人的清查生做安怎。所以今仔日真好奇讲保罗看到迄个马其顿的人到底穿什么种的服装，莫想遐济。保罗就是知影，伊伫梦中是看到，因为上帝要互伊，特别这句话讲，请你来帮助我，请你来帮助我。所以教会咧讲起家己的使命的时，我有一本册我通过这本册，这个作者亲像我的老师，是我读宣教学的中间足。受影响的一个人叫做 David Bush， 伊是南非洲的荷兰籍的一个神学家。伊讲教会使命上重要，以下13项，伊伫最后一项讲教会最重要的目的，伊叫做使命啦，就是宣教。最重要的宣教就是将恩望带予绝望的人，有水无？所以教会上重要就是将恩望带予绝望的人，就是将真正上帝灵命带予软弱的人，上帝异象甲光带予青迷的人，上帝灵命的听带予孤单的人，将恩望带予绝望的人。这就是保罗听见圣神的讲，请来帮助我，愿天父上帝帮助。今仔日这个画黄色的这个愿。这的两边意爱，阮就是指路加。路加伊无用伊用第三人称来讲起，伊同意保罗所讲的话。伊讲保罗看见异象，阮就两边两边台湾话伊该写做两边啦，写那叫做鞭子连鞭鬼话连篇，毋是。迄个讲古早那咧骑马的人拢有举一支鞭有
若要互徛较走较紧的，尾仔就拍来拍来拍。两边意思就是，这个边甲尾仔卡成屁股连做伙，就是马上啊。这是一个人的解释，我唔知对唔对，但是听了蛮合理但话咧讲两边的意思是讲一个要徛较紧的人马上伊就用伊手中迄支鞭就甲尾仔讲紧嘞。保罗甲路加伫即个经文中间咧讲起，特别是讲起路加伊的心意。路加并无讲起伊有哪做即个梦，但是伊讲阮的理性，搁落去最后即段伊讲啥？掠罪意思就是讲，伫阮的理性、甲阮的意识、阮的知觉掠罪意思就是阮的心思意念中间就感觉讲，这是上帝呼阮的呼召。所以兄弟姊妹，咱的教会爱亲像保罗甲路加，咱爱静静作为祈祷，来问上帝讲：上帝，你伫即间教会，你有什么种的计划？兄弟姊妹，咱一路走来没有偶然。伫这堂教会，甲咱做伙做亲人、做同工，我亲身看起这30年来，咱所做的每一件代志，敢毋是拢咱对真侪受感动的教会，咱看到，然后咱带倒来，然后迄个感动就真侪上帝伫咱中间的。我相信上当体会应该爱是终身啊！若无去看过伊甸郑院长因的故事。今仔就爱加背这个事工，所以你就以上就这个意思。上帝一路带路，所以愿天父上帝互咱真侪宣教的教会。今仔日所讲的马其顿，伫圣经中间出现并无真多神学上的造就，但是马其顿的教会伫保罗的心意内底是一个足重要。有3间教会，第一间教会就是腓立比的教会。第一，因为伊是一个先锋，亚洲的第一间的教会。保罗做民望这个地点，就是启示录内底咧讲起，约翰咧讲起有7间教会。迄个启示录内底咧讲的7间教会，就是伫亚细亚、亚细亚、亚洲的尽头。这7间教会甲过去，第一间教会叫做腓立比。腓立比的教会有一个足大样，足要紧伫伊的这图像的内底。腓立比教会是一间喜乐的教会。阿们呢！上帝帮助腓立比教会就是吕底亚，伊将福音早到去引导。所以你若读对这使徒行传阁继续读落去的时阵，你会读到伫16章的背后，这个负责人因有一个查经班。这个负责人因还阁无亲像犹太人的查甫人有资格进入去礼拜堂，因为犹太人因的游园还阁是以男性为主的文化，所以会幕中间是查甫人聚会的所在。所以圣经讲因就伫旷野有一群负责人伫遐查经祈祷，所以保罗就挖去甲因亲近，所以伫迄个时阵才发生。马其顿就是第一间的第一群人，接触到保罗所带来福音，何等的历史，何等的奇妙。咱做基督徒，因为咱伫台湾，所以是咱的空间、历史背景，无容易亲身感受讲，这嘛是阮的历史，阮的故事。通过圣经的帮助，咱超越时空文化。愿天父上帝将这话讲互咱听。所以马其顿是一个代表一个宣教的转类。阮读神学，阮读宣教学的时阵，常常看到这句话讲，这个宣教典范的转移，就是讲对某一种的方式策略，跳过某一种的方式甲策略。保罗一个策略就是，伊无爱伫有福音，已经听到福音，伊无爱做一种牧会，伫一个定点牧会的牧师，伊要做开拓的教会，开拓的牧者。所以这是保罗一个真要紧的转类的方式，对甲毋对，这个无对甲毋对的问题。因为上帝有当时呼召人亲像保罗，伊就是一路伫咧开拓。但是有时上帝，我相信上帝互我甲陈牧师的感动，阮较毋是迄种一直伫咧走去。上帝可能互阮一个感动，就是亲像爸爸妈妈
当然，阮来到这间教会时，也未堪得做爸爸妈妈，因为阮来的时阵30岁，还阁做少年。但是我会记得，捌伫顶轮的竹坡树骹，有一个老阿婆叫做竹富妈。我相信西昌皆知，因中嘛都住伫因兜边啊。咱的教会每一个过往的人、即卖的人、将来的人，伫阮的生命中间，恁拢足宝贝。竹富妈甲我讲什么？伊是一个真歹命丧乡的长辈。伊讲牧师，我的血做你的阿嬷会得过。但是牧师，你是我属灵的爸爸哦，较有家庭敖甲人学了讲话啦吼，中文讲讲话。伊甲一个少年囡仔，甲一个少年的传道师讲，我会做你阿嬷会得过，但是伫教会伫信仰中间，你是我属灵的爸爸。这句话，互我一世人无法度袂记得，也帮助我真认真来看。我伫恁中间，我应该做的服侍的态度。所以听弟姊妹，这叫做典范的转移。所以若较深以后机会，牧师讲较济，互咱了解讲，原来有遮尔侪建立教会应该爱知影的观念。求天父上帝帮助。关今仔日这个马其顿的异象，也真做咱的故事。咱听圣经最重要的目的，毋是听一种一时的感动。所以下面佫落去，我要甲咱分享的，就是怎样将异象变做实现，怎样伫感动的中间有行动。因为若无行动，若无回应，较侪感动嘛无采工，守株待兔。咱永远啊停留伫迄个所在，就永远无有达成的成果。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今仔日我要甲咱讲两项咱的信仰的观念。第一，愿天父上帝赏赐在座兄弟姊妹，互恁的人生中间有足特别的意象。今日嘉文来找牧师，伊有一百度要送牧师，我非常的感动，因为迄百度对我当然是等于类似啦。阮来到德堂的时阵，有一张海报，就类似嘉文你画这张，真感动人。我看到一个湘湖伊出的海报，伊顶管写两字：乡村的福音，就是湘湖。用一个100度叫做农草地的这个那叫稻田，黄昏的稻田。我看到一个足水的黄昏，唔知是黄昏啊日出。但是伊伫顶管，伊就写着教会存在应该甲人同得福音好处，伊写湘湖。互伊捌度，互我有真深的教导，所以我知影讲，德堂教会存在应该就是安尼。无想到第34年后，即礼拜，宴会兄的大查某囝，伊写伫迄个一个 Facebook 顶管甲我讲，牧师，阮要倒做礼拜，你有喜欢100度无？伊其实伊是已经画好，还讲牧师，你若喜欢，我带回去。牧师要甲你放伫教会内底，真侪咱的教会历史的一种的故事。这种冥冥之中，咱毋知影，咱各说各话，各做各的。但上帝的灵就伫咱的中间，没有偶然。所以愿天父上帝帮助。异象足宝贝，就是互咱知影我是什么人，然后我应该做什么代志。上帝祝福所有青年，上帝祝福咱的囡仔，因必然将来。伊讲少年人要看见异象，老人要做异梦。用牧师我要庆婚，我想那少年人袂当做异梦，想那老人袂当看过异象。牧师拄则解释，异象甲异梦是同款，日时甲暗时有无？暗时伫梦中的异象叫做异梦，拢是异象。愿天父上帝帮助，这就是今仔日的金句。伊讲伫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神管辖伫见有血气的人。伊要讲预言，伊要看见异象，伊要做异梦。这是2000年前的祝福。伊讲末后的日子，
这句话是2000年，今仔日爱改做今天。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写给2000年后的咱啊。路加伊写伫迄个时阵，耶稣的世代，伊讲伫以后，其实就是咧甲咱讲，伫咱的今仔日，上帝的圣神，伊要运行充满伫咱的人生的中间。阿门。所以，一个真要紧的信仰的功课，就是认真听。平平伫聚会中间，有的人听有，有的人听无。恁敢捌想过为什么？同一个圣经节，有的人听到的感动足清楚，但是有的人却无感动。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所在？嗰落去牧师要甲恁讲迄个原因。伫我的灵修的经历，我感觉有几项代志会互人听无。所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对今仔日开始，咱甲上帝讨讲，主啊，赐给我能听的耳朵。我搁读一解，赐给我能听的耳朵。这是和本的圣经讲，互我一个会当听有的耳孔，互我一个会当体会的心。天父上帝帮助，这是一个最要紧的功课。所以，做基督徒若无心，听无圣神的话。这是一个真要紧的祝福，因为所有的文书，咱的计较会轻分讲，上帝是咱的伊有我无？上帝可能会甲咱讲，我拢有互恁啊，但是有当时你感觉迄个无路用，你甲单调啊，敢是安尼？愿天父上帝帮助。所以启示异象就是启示，异象就是圣神的声，异象就是上帝，互咱看到一百度。保罗讲，独独属灵的人，独独属灵的人。保罗真爱讲属灵的人，甲属血气的人。恁有感觉无？伫保罗批信中间，常常讲属血气的人，甲属灵的人。属血气的人都无受上帝，属灵的人就了解，因为踮伫人的心中迄个圣神，伊会互人有智慧，会当明白。上帝伫历代创造以来所蕴藏一切的奥妙。虽然不断的读圣经，但是有当时咱感觉这个字足水足有意思，但是咱体会袂到遐尼深伊的宝贝。愿圣神帮助咱，对今仔日开始，咱一步一步，一日一日，咱听有，听会明白。顶礼拜耶稣讲，这个时代的人。袂通辨明这世代的记号。耶稣甲法利赛人讲，这个世代的人会当看天上，但是无法度体会上帝的计划。愿天父上帝帮助。所以，什么原因，互人听却未了解？这个问题不是今仔日咱的问题，是人类历史以来拢总有这个问题。所以耶稣嘛咧讲，旧约的圣经嘛咧讲，因听却是听无，因看袂清楚，因的心内袂明白。愿天父上帝帮助，我感觉有4项代志。第一，咱若无安静的时，咱就听无上帝的声；第二，咱若无属灵的智慧，也是讲这个属灵的心门，若无拍开，你就看袂到。第三，咱甲上帝的关系若无够热坚定，咱嘛听无上帝的声。恁有同意无？其实这足简单，但是若无人讲互咱听，有时这3项代志咱常常安尼的。咱常常就是生活伫这个来做礼拜，安赶讲，冷气可安尼吹都袂冷，因为心灰倒，心灰开，不是心灰开哦，是心灰倒，一直流唱歌，安静。求天父上帝帮助。最后第4项，咱是属血气还是属灵？属血气的人，咱的目睭，圣经讲有一块皮，一个手帕，一个帕子扎伫咱的头前，这叫做遮蔽，扎掉咧。所以有真水的圣经讲，你的头目睭前有一个花仔娘梁木。你就看袂到，但是你足够挑剔人哦，你的目遮呢一点无乌
你的目睭有一个草仔刺，这叫做无知，自以为是。所以圣经中间这4项，就是人伫属灵的过程顶端所拄到的困难。时间无够，牧师一句一句甲咱解说，因为这当讲4礼拜，每一点拢有当讲一个讲道题目，以后牧师才慢慢佮继续甲咱分享。所以今仔日的中间第2项，我要甲咱兄弟姊妹也未进入第2项。伫这个中间，咱第一个祈祷上帝赏赐咱异象的时阵，咱甲上帝讨讲，保罗有诶，我嘛要有；路加有诶，我嘛要有。德伦教会嘛要亲像保罗甲路加，我要建立一个宣教的团队。主啊，我的教会要亲像圣神伫德堂所建造、所建立的第一间的教会，就是今仔日的马其顿的教会。牧师捌讲过一礼拜分享，伊讲马其顿的恩赐，我唔知恁了会记无？马其顿最大的恩赐就是，因虽然送香，但是慷慨。马其顿的教会就是讲，伊唔是为着家己的存在，所以当保罗将福音传到腓立比教会、传到马其顿的教会、3间的教会时，保罗看到这阵欧洲人伊足大特别的特质，就是因听到耶路撒冷的需要，因所有好的拢要甲人分享。所以马其顿的文士虽然贫穷，却是慷慨。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所以伫今仔日，咱的教会要迈进咱今仔日第2点，咱恳求天父上帝帮助德堂教会正做21世纪中间马其顿的一间的教会。异象做礼拜有感动，但是咱若无参与这个异象，咱就是空的。所以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伫这礼拜4有一个叫做Chambers千博士这个牧师伊是咱的教会母会苏格兰的源头，也是差不多伫咱的宣教士来台湾迄段时间的一个人。又写一本灵修的册，叫做《竭诚为主》有人因为牧师咧带查经，所以对北美、纽约有一阵人就通过直播参加咱教会的查经班。伫咧会议中间，有人甲我介绍讲，牧师有一本影响伊灵修最重要的一本册所以甲我介绍这本册，我就开始看。有时牧师会将伊载入予咱，其实这本册唔免买，伊伫网络顶管有英语版，也有中文版。愿天父上帝帮助。这个牧师伫这礼拜中间，伊讲异象的落实，异象的落实。伊咧讲起上帝拣选伊的罗卜真侪圣道，互咱落实伊的异象，就亲像今仔日的圣经所甲咱讲。伊讲到一个真要紧的观念，基督徒袂使干那有感动。你捌听过爱要及时无？这是一般咱生活的话意思就是你的爱不能够只是留在你的嘴巴上，要表现出来。所以异象若无行动，一切拢是空的所以这个梦，那就是一个梦，伊连记载伫路加使徒行传都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保罗甲路加，伊若只有感动，就无今仔日欧洲的教会，嘛有可能无今仔日台湾的教会。因为一路福音到伫苏格兰，对苏格兰对欧洲，苏格兰的宣教士来到台湾，来到府城，来到基澳，然后福音就安尼传到全台湾。所以这本册钱博士有人早期的这个校园团契改翻译做一本灵修365天的灵修以中文名改翻译做张博士张博士啦，不是张博士这地方牧师会甲等伫咱教会族群恁会当若有兴趣，恁会当家己去订阅。恁若订阅了后，伊逐工拢会逐日，就亲像每日灵粮安尼，逐日拢会将寄互你。真好的灵修的一本册，伊伫这个内底讲到伊家己人生的态度，足感动人一句话。伊讲：我的一生就是为主尽力拼命来活。我的一生最重要就是将上帝
摆伫我人生中间绝对迄个 highest， 就是讲上帝是一个至高的上帝，我一生为着伊来活。咱中间有几个兄弟姊妹，伫你的信仰中间，你有这种的坚持。我的一生为主来活，是我最大的荣幸。咱的一生为主来活，是咱一生最大的恩宠。愿天父上帝呼召咱每一个人，伊讲做基督徒，我们必须咱需要去学习，唔通停留伫异乡那点。异乡就是最重要的目标，最重要的标杆。伊讲唔通停留伫感动，爱活出来这个异乡。愿天父上帝圣心，甲咱三甲地带，我们要因梦想而伟大，我们要因意向而成圣。咱要因为意向来成做上帝伊手中宝贝的件子。所以耶稣讲：“你们照着去做。”伫要结束的时阵，Chambers 这部书伊讲，当耶稣甲咱讲你照着去做的时，其实有的人心内拗念，是安那叫我照着去做，因为内心有真强烈的自我，所以真侪时阵咱听讲道查经，咱无法度受提升，是因为咱有自我的主张。愿天父上帝圣神帮助咱。愿天父上帝，因为多数的人拢会问讲：上帝啊，遮尔细项的代志，你较叫我做，要叫我做，嘛叫我做较大的。当一个人若会安尼看大甲细，其实表示伊心中的上帝是不足掌权。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最后的结论，牧师要邀请兄弟姊妹，拜托咱做伙。伫圣经的内底来祈祷，咱的教会是一条路，是永远行的路，唔是干那90周年行到100周年，又过100周年，搁继续，就亲像保罗行到马其顿，一个福音的精兵，无停留伫马其顿，伊往欧洲，后来到伫美洲，后来到美洲，搁来到亚洲，后来搁重新到非洲，搁倒转去到耶路撒冷。主帮助咱，咱的教会是一间什么样的教会？我真陶醉伫旧年的圣诞市集，对吧？我唔知兄弟姊妹，旧年圣诞节是咱教会办这个圣诞市集，你有足喜乐无？你邀请来的朋友，因为用足震撼，感觉讲哦，今仔日伫德登教会圣诞节好有气氛啊！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过去，咱的教会将来，德登是一个足水的所在，德登是一个足水的所在。我真正感觉讲，伫遮生活是一个享受。天父上帝帮助咱，这就是毋是这张图啦。其实我找无迄张图，足可惜我迄阵有甲伊捡起来，成做一个海报。但是这个字一直犹搁伫我的心内。当时我看到迄幅图的时，上帝想诉我一句话：这幅图看起来是黄昏，但是黄昏甲日出有当时同款对吧？因为当时有一本台湾的农村的一本册，叫做《台湾农村的黄昏》，好亲像台湾的农村对农业化行工业化，台湾的农村是无愿望的。但是上帝给我一个愿望，伊讲毋是黄昏，是日出。咱换一个角度看，导致对一个绝望变做一个盼望。那是黄昏，咱感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但是那日出，咱就有一个愿望。
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常常默想，也圣神感动咱今日伫礼拜中间所听到的故事，互这个故事成对咱的教会共同的故事。咱莫问别人讲，你愿意做什么？咱先问咱家己讲，主啊，我会当做什么？这间教会是毋是咱共同的？是吗？这间教会是咱共同的？啊，恁敢拢点点？是吗？所以兄弟姊妹，若是咱共同的，就无计较。我加做一寡不要紧。所以兄弟姊妹，咱共同的教会是上帝的教会，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上帝做今仔这个马其顿教会。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你早伫地，今仔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你感动保罗甲路加，阮深深知影，今仔日你嘛对阮讲话。阮感谢你，互阮伫福音的顶端，成做天国的囝儿。阮知影，阮是向前行的教会。求天父上帝将这个故事详述给阮，互阮甲2000年前的马其顿的教会做伙领受天国的福音。主，你的罗卜伫遮，主，你的囝儿伫遮，主垂听阮，帮助阮，结连互阮成做一个同感一灵的教会。愿在你面前同心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